咱去庙里拜拜，常常会看到36观众，也就是天兵天将。即阵台南文资处请3位剪黏、彩绘甲插花艺术等工夫，用观众做主题来创作，希望透过展览，互民众欣赏咱的传统工艺。 手提乾坤拳坐伫咧灵顶悬，伊是李元帅，嘛是大家俗称的三太子。整个雕刻无论是出鞘大细，也是雕刻手法，拢做甲真有路。但是文资处头一届甲剪黏、彩绘甲插花的工艺师做结合，伫总野艺文中心办特展。艺术因以36观众做主题，创作家己独一无二的工艺风格。 我还是坚持用我传统技术做一些传统东西，把它给留下来。那以后给一些想学习枣花技术的一些学生啊，一些年轻人来可以做一个参考。他们在一些诠释上面，在美、在艺术、在姿态，甚至他们对于脸部表情、他们的神兽坐骑等等这一些方面，他们发挥他们艺师个人的一些创意。 36观众伫咧台湾表演，定定看会到，是道教降妖除魔的天兵天将。嘛有人讲参北斗七星有关系，就因为安尼观众有真多元的角色，互艺术因有真大的发挥空间。其中廖庆将艺术甲作品做新的变化，用现代动物参传说中的生肖形象做结合，增添观赏的趣味性。一般咱若假使讲无经过去甲伊营造吼，啊你看伊嘛是讲平常啊，就骑一只马啊，吼，伊是骑一只马，但是我该骑一只机灵。这个展览展示上百的作品，艺术应用2-3天的时间才完成。文资处讲，大家伫咧展览中会使去观察艺术无共工艺表现的特色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